預算案公佈，政府會繼續嚴格控制經營開支增長，公務員編制喺未來2個財政年度每年分別縮減2%，預計到今年4月1號，公務員編制會減至約188000個職位。而今屆政府任期內將累計削減超過1萬個職位，有市民表示擔心。我有屋企人係公務員，有屋企人公務員。如果真係裁員嘅話，可能屋企人上咗年紀，好難再揾工咯。有學者認為，政府推出政策後應該定期檢視成效，執行嘅時候亦要彈性處理。政府有好多計劃，或者鼓勵好多做好多嘢，或者係監管好多嘢。但係如果唔能夠去按照計劃去順利執行嘅話呢，咁到頭嚟係冇乜用。咁呢個過程呢，當然一定要聽即係公務員前線嘅去睇啦。我哋減咗咁多，其實真係運作唔到。咁我諗要有一個彈性喺度。我覺得而家嘅即係政府運作呢，係容許一啲彈性，即係唔好定咗之後就喐唔到嘅咁樣。預算案公佈今年嘅公務員薪酬調整，政府將按既定機制進行薪酬趨勢調查，並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喺充分考慮6大因素後決定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，公務員過去6年曾經有3年凍薪，但現時經濟環境改善，市民收入亦有所增加。又話社會有好多機構嘅薪酬調整同公務員調整十分密切。事實上呢，喺私人機構裏面呢，好多去檢視個人工是否加嘅時候呢，都好參考公務員嗰個做法會係點。咁所以個影響面呢，就唔係淨係政府公務員，其實對私人市場我哋一般嘅僱員個薪酬嗰個檢視同調整呢，都有一定影響嘅。我哋先按機制做咗應該要做嘅嘢，咁咧至於到最後是否調整啊，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呢，會參考6大因素先至再做決定，咁咧我哋覺得咧咁樣咧係比較合適啲。陳茂波話：喺唔影響綜援、公共福利金同埋法定開支嘅前提下，喺嚟緊2個財政年度，每年會節省2%嘅政府經常開支。説在線記者溫情報導。